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大台中教育杯校园歌舞的竞赛，有20多队报名参加。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到新兴障碍体育总会以轮椅舞来开场，展现着运动平权的精神。 精彩双人轮椅舞为活动起鼓，因是来自台中市新庄体育总会舞者，跳了水，搁兼有自信。新世代舞风又搁是另外一种水。校园歌舞比赛有21队参加。希望这一次可以把最好的表现拿出来。我在家里都有练。 这场比赛分做国小、国中、甲高中组，以舞蹈、造型、创意等等来拍分数。大家嘛用热爱歌舞来交流。大部分都是以多元常才来参赛，这次我们第一次创新。透过比赛，卖当培养学生正当兴趣，消透忧郁，提升身心的健康，并且当推广歌舞创新甲文化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